11月25是联合国定的国际停止妇女受暴日，全球有几纳万的妇人党上街头游行。联合国嘛公布调查，讲去年全球上无有85000个妇人党去互杀死，其中6成是牵手或者是亲人犯案，而且平均每10分钟都有一个妇人党拄着不幸。根据联合国报告，以地区来讲，非洲有21000个妇人党互杀死，是受害者人数上侪地区。接落来是美洲、大洋洲，亚洲和澳洲受害比例有较少。联合国表示，若要阻挡暴力侵害女性，就需要加强立法、检讨政府，另外嘛要增加对妇女团体赞助。一大堆统一旗的妇人人去街仔路示威，所含镇暴警察的相嗌。11月25是联合国订定的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，但是统一旗政府却禁止因游行，各式路将禁止队伍向前行。根据统一旗女权组织的统计，顶个月至少有49个统一旗的妇女被杀死，一直到今年10月为止，因为暴力事件死亡的妇女至少有320个人。联合国嘛第一天公布数据，2023年全球至少有85000个妇女被杀死，其中60%的女性受害者是因翁，也是家庭成员施行暴力，而且平均10分钟都有一个妇人人，或亲密伴侣也是厝内人杀死，无一个国家唔是安尼。西班牙是有几千个妇女伫50座城市内面游行，因穿白色的长袍，挂白色的面网，夹标语，顶悬写2024年红杀死妇人人的名和年岁。这场游行除了谴责对女性的暴力，嘛抗议以下冲突。Son también que sufrimos la mayor precariedad y otras muchas cosas, ¿no?, que queremos hoy salir a denunciar, como por ejemplo los presupuestos militaristas, la militarización de las fronteras o que se siga financiando el genocidio en Palestina. Eso también lo llevamos hoy muy al frente de esta manifestación. 全球差不多有几万个妇女伫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行去街仔路。智利的妇女讲，政府对性别暴力有真长的路爱行。法国的民众讲，爱加强对实行暴力的人的追责。根据联合国的报告，以地区来讲，非洲是受害者人数上侪的地区，差不多有21000个妇女被杀死。过来是美洲和大洋洲，分别是每10万人内面有1.6个人和1.5个人。亚洲和澳洲的比例较低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。